名古屋市中心超有設計感嘅酒店，平均一晚先係200幾蚊港紙。由於呢次係名古屋嘅時間非常之短，只係會留3日2夜，所以喺揀酒店嘅時候，主要我都想住翻近市中心，又平又舒服嘅。今次呢，我就揾到呢間位於福建站嘅酒店。呢間酒店嘅外觀同普通嘅商務酒店差不多，但入到去呢，先發現非常之摩登時尚。自助 check in 完之後，影低個 QR code，呢個就係你張房卡啦。入到房間一眼望晒所有，的確唔算好大，但設計非常之簡約，而且呢，佢哋喺上年7月先開幕，感覺非常之新淨。佢哋嘅床品係選用咗美國嘅牌子，呢個牌子仲係首次被酒店採用。房間內嘅空氣清新機、音響都係選用咗精心挑選嘅牌子，結合功能性與美觀於一身，真係非常之有格調㗎。可能大家都會擔心冇地方放篋，不過作為一個帶住相機篋過3日嘅旅客，佢哋呢個放篋嘅設計的確已經非常之足夠同貼心。此外，佢哋公共區域都非常之有設計感，洗衫、存放行李箱，一切都非常之養眼同便利。早前預訂嘅時候呢，只係200幾蚊港紙左右一晚。作為短途嘅旅客，呢間酒店呢都真係冇咩可以挑剔啊！